台中市北屯一个社区当地民众收到上新的电池的小单，所发现讲电池比前一期是济几啊倍，个人的小单是2万外块。影响台电来反映，台电调查是发现讲外包厂商的抄表员无实际去现场抄表，计共是有114户有问题，会重新来计算。 老小姐提出小单，6、7月电池竟然要23000外。因讲伊一口罩4个人，前几期加要我1万，这期煞向加几啊倍。没有一个地方是有漏电，包括我们的电器都是换变频的。对。那甚至我们收到账单之后，我们的家用电，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敢开冷气。 同一个社区的住户收到这支小单，也错一条，电池要17000外。伊讲用过一期加几千块，就算用下规电计算，也无可能遐贵。迄当时就怀疑是抄表出问题。他前几个月就是非夏季电价的时候，他没有抄表，然后大概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可能把累计没有抄到的那些度数全部加进了夏季电价当中。 台中北屯和福路这搭透天的社区，不少住户发现这支电池熊变贵，有人是惊甲唔敢开冷气。台电接到反映了后，调查出迄区114户8月份小单全拢出问题，承认是外包的抄表员无去现场抄电表所致。就是今年度就是有发现说，他在4月左右的时候，他的抄表的部分就是有异常情形。在抄录记录上做随意的推算，不实的登载，主管人业务上不实登载罪，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。律师表示，外包厂商甲抄表员也可能涉刑责。台电讲会照契约甲外包厂商扣钱，开除迄个抄表员也已经重新算电池。不过，因为实际用电度数已经无法度查到，电池重新算过了后，住户也是袂当接受，会继续甲台电讨公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